112哦，112、1A5号那是。111对了，那是记录资料了。对呀，记录资料才有这些图片呢。111对了。先天之气纯数简，故取向上。即伏羲八卦，以足为万变之宗。后天之气交数繁，故取向重。虽会各序例，犹未尽其变，但其图而同归，仍不离一本之源。此无论谓伏羲、谓文王、谓连归、谓本宫本卦，6日7分，岁时星纪，种种利用，更无问其为出自先天后天，何自八卦64卦，皆一也。皆上干下坤之八卦位子，所生所化耳。故伏羲八卦，谓一切卦之母，应得名先天之象，其余皆后天也。然以伏羲64卦本卦之序，与文王者亦名之先天，犹曰后天之先天也。若神之八卦，则谓后天；若教之文王各卦，则谓先天。故以此别之，其实先天之象之一。而客称先天者，上干下坤之八卦。乾坤的乾。